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嘅新股係曹操出行，上市編號2643。公司方面咧喺國內啦就係李書福旗下嘅，即係吉利嘅創辦人啦，係並非吉利旗下，係李書福旗下咁一個網約車平台啦。坦白喺香港之前有網約車平台上市咧市場嘅反應就未必真係好受落嘅啫。睇翻6月17號啦，開始招股6月20號早上9點半截止認購，6月25號上市首掛發行價格41蚊9毫4入場費4002蚊多啲，集資額18億多啲。睇翻集資額唔細發行價格唔細睇翻行業咧中中挺挺嗱，我未必預佢咧短線會有個急炒嘅，咁所以就大家睇下有冇興趣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